这3工的年假吼，真正拢是伫甲阮翁斗相共。毋过本来我就有即个心理准备，想讲伊工课嘛真正济做袂了，我去甲伊斗做，啊无放假伊一个人。我若讲转去后头厝，伊一个人有可能就是较失气吼，就是伫厝就无想要振动。毋过佫心内佫有足侪负担，讲佫有物件爱做，事头爱做，佫会怨叹讲做想要甲厝里的人聚会安怎安怎。毋过就是因为我有感冒的现象，变做无法度甲因厝里的人斗阵食饭。毋过嘛是有冤家一摆，就是阮翁就会听我讲台语，就会开始讲即个音甲迄个音足共的，分袂清楚，安尼别人会误解。我就会无欢喜，因为进前我若讲台语，伊就会讲亲像讲我讲咪照批，伊就会讲应该是咪批，你无听过咪照批，就是伊无听过，伊拢有意见。对伊来讲，有可能是讲伊台语较毋捌，伊想要找一寡话题，安尼会当开讲。伊毋知影讲互我安尼愈听心愈硬吼。我是想讲，你是无爱互人讲，你哪会意见遐济？人就讲台语，伊台语无啥好，就嘛免遐济意见。毋过对阮翁来讲，伊可能用伊的意见当做一种参与吼，就是会出一寡意见，亲像因厝里的人，拢诚济意见吼，就讲你爱安怎，有啥物病足严重的，恁爱注意，恁才说你。因厝里的人足食讲说你安怎安怎，就是提醒嘛是一种讲找话题吼，一种关心。想讲上安全的话题就是去提醒，讲即马啥物病足严重的，啥物莫去互骗莫去互念着莫去互人话着吼。毋过阮翁若讲对台语足侪意见，我就想讲，安尼是要阻挡我讲台语，敢是？我嘛是信心无够济，就是讲我家己的问题就是迄个无够有自信。若讲我若足有自信，像讲有的人对啥物同性恋意见了，我拢袂去信斗，我想讲因着无了解，因着伤浅啦，因的头壳内底吼无足深的一寡想法吼，我就袂去晓伊这。毋过若讲诚济台湾人，伊头壳内底拢是大中国的思想也无啥物讲啥物知识讲啥物历史有诶无诶文化吼，百面拢是中国，甲中国有关系。古早时啥物朝代，因为即个台湾的文化，其实逐个嘛无去学，变做讲，即个时阵可能我的自信信心无够，我就会足艰苦的，就是有一寡物件我足有信心，讲别人毋知影别人用伊在来的想法观念去思考，是伊知影的无够济我就安尼偷偷甲伊笑。毋过有一寡物件变做讲，我就想讲我哪会遐少数，敢若我要伊，别人拢无要伊这就会较烦恼吼。这就是无法度提出迄种信心，讲有的人足浅的，拢无伊的文化的理路，拢是外来，佫毋知影无法度去安尼想啦就是会要伊这。佫有台语若看讲即马台湾人拢无
无几个教囡仔讲台语，有诶人就想讲，若讲足有信心，我会讲安尼我台语就是真好啊，毋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这是诚乐观诚即种理路是足欢喜心。毋过我就变做讲会去怨叹，讲我哪会讲会讲台语，结果愈来愈少人会晓讲，会晓听，安尼我就会当斗阵讲诶优质愈来愈少啊。伫生活中若使用台语会变做讲无遐通啊，有诶人会袂通啊，就变做信心无够就白说讲，若讲逐个拢咧上班，若我无伫咧上班，我无对前途毋是遐有信心诶人信心诶时阵，我嘛会想讲，别人拢上班我无上班，我着退步我着甲即个社会脱离愈来愈远啊，着足想要上班，会牺牲讲逐工上班诶人。这就是原因伫出伫我诶身上，就是我诶信心无够，较会去比较比较讲即个耀眼人数，其实拢毋免烦恼济，理性知影，毋过有缘是会加少会去想啦，像今仔日去上班嘛，加少会去想讲。即摆公司搁即个总的做爱去一寡物件拢爱数字化安怎，安尼是毋是会甲我做共款工课共组的菜鸟伊较有利别人会安怎想讲伊较敖有诶无诶。我头壳内底阁会去想这，本来就想讲爱做有信心对家己诶自信，这较是上要紧诶。毋过有时阵有缘会去原来理路阁会出来阁会去形成讲，就会家己想讲我即摆就是做不利诶。别人伊即摆着做有利诶对伊做有利诶，即摆会前景对伊做有利就会去想这，就是想要甲人比较阁会形成讲有诶人出头天我哪会差人足远呢？若有即种想法出来，阁会忧愁讲是毋是会愈来愈无竞争力？即个时阵拢是我拢用以前旧诶想法阁出现毋过这嘛不要紧就是家己知影讲为安怎我会这烦恼诶因端，就是讲对家己足无自信诶。较会去烦恼这烦恼迄，搁烦恼讲台语诶人遐少，当然嘛是因为信心无够。我若有足有自信，想讲我学这台语着上好诶，我学遐深，无人无人会当甲我会比值。亲像讲我对趁钱这件代志较袂讲足无信心，所以袂想讲即个时阵有人逐个月趁偌济，即个奖金年尾诶奖金摕甲100万安怎搁安怎我都袂去想这，就是毋是讲万事万项我拢去追求若安尼就伤忝就伤失去我即摆就是有一寡较要紧诶代志，就做希望讲有人会当鼓励，有人会当认同。毋过盼有人鼓励甲认同，其实是一种动摇。为安怎是动摇咧？就是我会依赖这，若讲我表现无遐好家己就会郁卒，就想讲我阁
哇，原本掠准家己是第5名，原来是国10名，就是咱的即个社会足侪排列足侪数字，拢是伫比较比拼啊，连即个台湾啊是几名全世界的啥物部分啥物领袖是第几名，即嘛会做一条新闻，变做讲咱即个社会就是甲咱豆豆仔吐，甲咱豆豆仔偷讲偷一寡道药一寡观念正互咱即马现处时的人正做一寡无欢喜的人，无信心的人，会定定拼输赢，搁拼袂过别人的人，拢是即个社会，拢是运用即种咱拄看讲真合理啊，这紧袂出啥物有问题的所在，其实本底就是足大的问题，亲像讲阮即个总的伊管理公司的方式，管理每个员工拢是用数字，就变做你爱写足侪数字去互伊分析，伊用数字来去做管理。这安尼看变看嘛，想讲安尼真有理，你嘛无法度去讲啥。毋过实际上，安尼会变做讲，毋是真正一种做人性的即种方式。咱即马就是爱找着咱家己心内迄个家己爱恢复即个欢喜即种人性。神的即个神的即种形象咱家己心内的神，毋是讲用即种用即种数字来去甲家己做比拼用数字会变做讲咱敢若会去甲别人比较因为数字是要用来创啥？当然就是用来互咱袂记咱家己的神的即个信，就是用来互相比拼啊，用数字啊若毋是为着要甲人比，何必用数字？数字就变做是一种比拼的工具。咱若讲看别人安尼，变做愈来愈强调，咱嘛会受着影响。即马我就是爱做甲欢喜，讲我即马做本底有问题，替我解决。我千万我毋通去想讲，别人会想讲我做这代志就较简单，我嘛是会去烦恼讲，家少会去烦恼讲，即个案因为我惊互爸父饲，变做讲你赶两个案拢做袂好势，就紧早甲另外一个案去举手，讲这我无法度让别人做。毋过安尼我阁会烦恼，安尼我的烦恼当然就是对家己足无信心，足恐惊讲伫即个团队，伫即间公司愈来愈互别人看无白着。其实早前就安尼就大家拢较看重我，甲我诚好、诚捌的即个同事拢互伊阁去做组长，互伊换啥物话费。其实迄个时阵就安尼，毋过迄个时阵我甲即个大家做牵线的即个同事足捌的我而且嘛想讲伊袂讲事事拢去比较，就变我的心较安慰。毋过好啦，尾仔即个同事就死头路即摆我犹原就是一种烦恼，这其实背后当然是一种烦恼，变做讲今仔日无法度真欢喜，
无即个欢喜心。所以讲，这我拢是爱去发现了后，去调整，去训练家己的思考方式。搁有就是讲台语就犹原无法度讲到进步诚济惊倒人其实无，就是豆豆累积。即摆累积了后，就变做讲，就是知影讲，就毋免着急嘛，毋免去甲人比拼。我就尽量讲，豆豆讲。当然今仔日去买包仔的时阵，即个店员是做友善的嘛甲我讲台语。伊就讲我台语讲话速度较慢所以讲可能较无耐性，就是一般人会想讲，即个速度较慢，就无算是讲台语做老的人其实我可能嘛有淡薄仔晓伊，所以讲即摆用台语讲日记讲实在速度足赶，可能家长嘛受着影响。毋过这着爱家己去调整就是我想要追求讲台语讲足好足顺的。若是有达成即个目标，就变做这就无啥，我阁会看着家己较袂好势、较不足的所在，安尼就永远拢是安尼起起落落，就逐工拢变做看着家己的欠点，家己较无够的所在。因为恁讲台语顺，有的人是声音好听有的人安怎，要安怎比较？就算逐个拢讲诚好，就会开始讲啥物人较有名，啥物人较有法度靠台语来徛起伫台语界来徛起，会当来趁食就是逐个拢有逐个的烦恼啦，变做我嘛毋免遐赶紧遐着急，就是爱找着家己的欢喜心，阁有信心。我进前这两工这2日甲阮翁为着讲台语冤家，这嘛是因为我的信心无够济。加在阮翁知影讲我即摆的状况无诚计较，可能伊要伊的代志甲我要伊的代志较无共伊是想讲我拢甲台语台语伴囥伫心目中的第一位。安尼我家己是讲信心无够，变做阮翁若想法甲我较无共，我就会诚气。这拢是若信心诚有够野，就无即种问题就变做别人安怎想，我拢无差。就是爱愈来愈有信心，就是安尼。